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初3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行政院会伫昨昏有通过要拨1000亿予台电。台电是表示，若有这1000亿加上今年4月份起电费钱，会当增加630亿，安尼预估今年台电了钱的金额会当缩小到100亿左右。另外，哪样有提案要修电业法，拍算未来若是要起电费钱，就要先经过立法院的同意。那这个提案今仔日会伫立法院讨论和表决，会是今仔日的重点。为了让台电债务更加稳健，台电除了4月初1调关电价，嘛挖靠行政院拨补1000亿经费，希望会当降低电价调整幅度。初2行政院总算定案，确定拨补1000亿予台电，台电回应，内政部补助加调关电价，安尼台电估计会了2100多亿。4月1号的电价调整11% 之后，会增加630亿。那再加上这1000亿，那另外我们考虑最近燃料价格回跌，估计今年的亏损可以缩小到100亿左右。那就是说，补贴1000亿，就是会让台电减少亏损1000亿。电价调悬就惊影响物价波动，南北两党进行提出无起电价决议表决通过。不过经济部长甲台电表示，依法遵守电价审议结果。这完予国民党团总调鲍昆萁出招化工，无要审经济部预算。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希望国会以理性问政，经济部会拍拼做代志。对初3要提电价法49条修正草案，直接交付议讨。未来若做有关电价调悬还是调降，拢研究先经过立法院同意。这件代志，经济部长王美花我那对我说明。在你的专业角度，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当然是认为现在的机制是比较好、比较对的。如果这个还要到立法院同意的时候，那这个整个的时间会衔接不了，而且非常有可能，比如说审议会说是 A 方案，那立法院改成 B 方案，那这样的话，未来我们的审议会的机制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情形。我们这一次的调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的限缩，所以我们在今天如果部长还这样子强调的话，我们就赶快来修电业法。王美花表示，我要让台电起价，安尼等于是用政府的经费补更较侪用电大户。经济部望台电会当健全经营。拜五议会若是表决顺利，预定民进党无排除提出调解协商，专案进入1个月协商冷冻期。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苏花公路第9线147.7公里的所在，昨昏阁发生落石头崩山。公路局重型机械伫昨暗10点多已经去现场清理，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车。新社分局的和平派出所是表示，崩去的地点伫苏花公路第9线147.7公里的所在，因为这个路段崩落来石头量有较大，有150公尺长。工务团昨昏已经赶紧去清啊，目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来关心行政院会伫昨昏冇通过403花莲大地动灾害了后，互原和重建方案，会投入285.5亿，要协助公共设施互原甲重建，卖补助民众财损，而且卖补助民众重建，也佫要进行当地产业。交通部嘛宣布讲，花莲和台东的自由行旅游的补助和团体补助会对7月份起行，拍算会推动3个月，一间房间上悬会当补助到1000块。花莲地动地属花莲几啊栋大楼受损，东部公路受损长。为了协助灾区，行政院会初2通过0403建材复原重建方案。会投入285亿5千万，为4大面向：中央公共设施复原重建、补助地方修理公共设施、民间补助、产业振兴甲减免、设立规模重建辅导团、甲花莲重建办公室协助地方。投入的重建经费呢是会超过285亿，从优、从速、从简的方式，尽力来协助地方政府还有地方的灾民。修理公共设施重建会投入184亿4千万，其中超过30亿会摕来复原道路区国家公园，
17亿9700万，会摕来修理铁路甲强化安全。人家厝财损安置，甲中建会投入58亿4000万。受灾互助金的补贴，一户3个人以下的，每个月补助8000块；8个人以上的，上济是180块。产业振兴是投入40亿8000万，要来协助企业纾困甲进行观光。那预计在这礼拜6，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会跟相关中央部会的人来到花莲，跟县府就所有的执行细节会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讨论。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拜六会去花莲沟通中建计划，交通部车子嘛宣布，发动自由行利息补助甲团体补助，自由行的部分去花莲带暝拜1至拜4，一间房间是补助1000块，拜5至礼拜补助500块。若去台东带暝拜1到拜4，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团体部分花莲集团补助2万，台东是15000块，为7月份开始会办理3个月。不过花莲的观光业者批评讲，是安怎台东买当纳入补助？麻烦到游客拢走去台东，互因是看有食无。尤其是7月，他们即将迎接的是他们的热气球补助政策，把台东纳进去，确实会把花莲的这个观光效益严重的稀释掉。花莲观光业者讲，无排除上北抗议，偏保协会表示会配合方案组团，互旅客去花莲进行观光。不过每一间旅行社上济干会当申请5团，呼吁中央会当阁增加旅行团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大地震了后，毋那花莲市区的商圈生意大受影响。即马伫德鲁固和苏花公路南边的新城村，规条街仔嘛是零零清清，拢无观光客。因为目前主要拢是咧拆市区迄边的厝，新城村的民众嘛希望政府会当赶紧甲因斗相共。为了要帮助4月初3地震了后，市区民众会当修理厝体，台积电第一时间就派员去协助抢修。不过需要帮助的电话一直无停过，目前已经有270户爱修理。到昨天我们来这边的第17天，我们已经完成了73间的修缮。那目前呢，大概有100多、170、180都已经陆续在安排在修缮中了。我们都会先有可能比较弱势的家庭，或者是一些低收，那有结构上的跟我们墙面上的一个疑虑，那居住上的一个安全，都会优先的来做一个处理。除了市区厝受损以外，伫台九线苏花公路到台北线泰鲁阁出口的新城村，原来出现另外一种灾情。较早正闹热的老街，即马空影影，一寡店头规去公休，希望政府嘛会当关心新城村的生活。从来没看过这种景象啊！然后假日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多车子要大排长龙。那他只顾到花莲市，我们这边也是都没有收入了。哎呀，是觉得应该一些振兴的方案哦。县政府表示，地震了后救灾抢险是首要的项目。目前有公共安全疑虑的红单大楼爱先拆除，其他县市受损的情形，包括观光产业、农业者的问题，拢会协助向中央提出申请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当在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小可减弱，温度会嘛有回升。咱来看温度，来看地质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今仔日也是会落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云嘛较高，过到了后有可能会落雷降雨。那温度的方面，北部、宜兰、花莲日时的高温大约是25度至27度，中南部也有台东高温同款有30度至32度，会感觉较温暖较热。也若拜六礼拜受暖空气的影响，西半部过到了后有可能会落雷降雨，各地天气会感觉较烧热，高温拢是超过30度以上。过2个月，就是金碧山影的采收期。中华的保心是咱全台湾金碧山影上大的产区，也毋过因为今年春天的时温差较大，尾嘛影响山影开花，今年的收成可能无够啥成。山影园内底原本应该是满满的山影，即阵生甲哩哩答答。中华保心乡是全台湾金碧山影上大的产区，但是今年春天温差大，山影无开花，影响结果率，收成恐惊剩无三成。让一丛，有让5-6丛，拢无开花也无叶安尼。这情形算今年的收成，照以往，逐一年像我那分配地，我有超要到3万。但是今年的时阵只有4成尔，4成粒尔。保心乡农会表示，
金蜜酸野产量有分大细年，去年大丰收，今年产量原本就较少，加上气候影响结果率，预计绩效可能会打破过去的纪录，每公斤超过200块。面对农作物绩效甲产量的大起大落，农会就建议农民加强耕耘管理，稳定品质甲产量。若要迄大细年较好控制，阮遮是会建议讲吼，看是要8月中还是小暑过后几礼拜的，拢测掉，安尼明年会较好管理安尼。因为天气的无稳定，所以有当时收成就好，有当时收成无好，所以咱就用加工品的方式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嘛会用替农民来消一寡酸啊。金蜜酸野食起来粉粉，有土酸野的香味，因为平均甜度有21度，真适合做加工品。农会这几年开发酸野干、鸡仔冰、饼等等的加工品，希望用多元行销的方式，提高金蜜酸野的经济价值，增加农民收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英国制药大厂 AZ 头盖伫文件当中，因有承认讲 AZ 的 COVID-19 预防射有可能会造成脱血管的风险。若这个消息，有可能让 AZ 公司即马正在拍官司，要赔几若100万英镑。咱的疾管署有表示讲，政府会继续关心后续的发展，若是有新的事情，民众嘛会当重新提出救济申请。来关心自由时报，台中的检方伫去年有侦办一个跋筊集团，发现有一个3线2星的警官林明做涉嫌泄露真早的机密，嘛防检举讲伊伫做刑警大队长的时，和这个集团的头人是行真远。警政署政风处昨天甲伊具体告案。来看联合报。疫一种的室外搭设除菌设施，因为水土保持计划已经卡关11年啊。新北市政府即马同意5月初10进前的核定，也毋过核一厂室外搭设除菌设施，自本是2017年爱完工，毋过呢，甲大陆也未起。台电和新北市政府即马是当在拍官司。新北市副市长表示，这部分可能爱等法院去调解，恐惊爱2-3个月了后才会有进展。来关心核一厂，虽然已经除役啊，也毋过用过的燃料棒，即马还阁藏伫炉心内底，无法度提出来。主要原因就是搭设的储存设施，因为新北市无要核发水土保持完工的证明，已经卡关11年啊，拢无法度启用。最近呢，两边已经有达成和解，新北市政府嘛按算伫5月初10进前会核定。核一厂2台机组分别除役4、5年，用过的燃料棒也无法度退出炉心，用来暂控用过燃料棒的搭设体存场。11年前，互新北市认定无照度时间，无法度核发水保完工证明。台电保护提高胜诉，双方也敲未平。最近总算达成和解，新北市政府讲水保计划会好通过。其实没有卡关的问题啊，所以的确台电已经把最新的这个水土计划的这个计划书已经送到市府，那市府我们会何时来审查，还是一个前提，确保安全。11年的攻防，台电胜诉，新北无要上诉。不过新北坚持台电爱定送计划，台电无认同。这届达成和解，台电表示尊重新北的讲法，定送计划书。新北同意3礼拜内，也就是伫5月初10进前核定。台电表示，陆建核议除役工作总算会当进行。这个对做除役的核一厂其实是非常重要，至少它马上就可以接续下面的动作。相关的反应炉也有燃料棒，连移都移不出来，不管是延役或者是要除役，那都没有办法做。台电规划伫发布开工通知了后，赶紧动工，3个月内完成后日测试。测试是至6个月后启用，希望核二会当比较核一的模式。不过眼前也有一关爱过。这个体存设施是户外。北海华反核行动联盟执行长郭庆林表示，款团甲在地居民当年的诉求是同意室内搭设体存，室外无下因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行政议会伫昨昏有通过内政部的修正草案，即马未来传理长年尾奖金会当变做个半月，大概会当领7.5万。另外，每一个议员的助理补助费用总额嘛有提悬，这就是6都的议员助理补助费，即马就对24万提悬到30万，也毋过这钱拢爱地方政府来出。
议员办公室塔满文件接真情的电话，准备即顺的法案，这是议员的助理逐工爱做的代志。但是薪水所20年无调起，即马行政院确定调升议员的助理费和为民服务费，对这议员是真赞成。行政院终于听见我们的声音，你不可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当然，以这样子的幅度。我们当然是觉得说，至少不无小补。立法院助理的加班有加班费，6都的直辖市议员的助理加班的没有加班费，这事实上是一国两制呢。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既然这次修法之后一次把它修了。根据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和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修正草案，大个议员的助理补助费总额上限，直辖市议员对逐个月24万调升到30万，县市议员对逐个月8万提悬到14万。另外嘛，修正聘用助理的人数，直辖市议员至少请7个，县市议员至少请3个。草案嘛，将定议会必须要建立内控机制，防范有诈领助理费的情形。增订了议会建立一个内控的机制，助理的这个相关费用啊，都必须要领取了这个清册，然后要由双方去签名，然后这些钱由议会直接就拨到这个助理的这个账户里面去。修法嘛调整为民服务费，直辖市议员对2万调悬到4万，县市议员对9000调悬到2万，乡镇市民代表对3000调悬到5000。其中发放村里长的年终慰劳金7万5，初估当年会增加5亿8千万的费用，将近明年过年的时阵入效。内政部所提的一个方案是最横平，然后经过审慎的一个评估，然后凝聚共识，不会有政治的一个考量，当然也不是为了个人。内政部处长吴永辉补充讲，财源是根据地方制度法，地方来负担，中央是补助少数财务状况较歹的县市。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针对教育部长期拢甲台语或做闽南语，这款无尊重台语族群主体性的称呼，伫网络顶关系有引起讨论。关心台语议题，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和张雅玲昨昏伫立法院的时，就质询教育部当时要改。教育部是表示，和课纲无关系的业务，亲像是语文的语言的鉴定、语文的比赛、文学奖等等，因会伫1个月内讨论出结果，看要安怎调整。无论是教育部的面册文章、线定字典，还是全国语文竞赛等等，只要甲台语有关，教育部拢是用闽南语来称呼。毋但引起民间团体的不满，台师大学者嘛有写电证书，呼吁教育部改做台湾台语。不过教育部的回应是讲，无社会共识和课纲暂时无法度顶当做理由唔改。关注台语议题，民进党立委张雅玲，特别是立法院质询的时，就针对118新课纲问教育部敢会愿意往台湾台语的方向调整。在我们这个6月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如果有结论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118课纲里面去用台湾台语这个字呢？这还是要看到时候的结论了。对，我说如果到时候的结论是这样，对，就是要看那个结论，还是要看那个结论。立委张雅玲表示，文化部打算伫今年6月至10月中间要展开国家语言发展论坛会议，会针对台语的名称来讨论。教育部答应讲会把这个会议的结论放入去118新课纲来讨论。另外，毋是课纲业务范围的部分，亲像语言检定、语文竞赛这些，立委陈培如嘛要求教育部赶紧改做尊重语族主体性的台湾台语。语言检定、语文竞赛、文学奖10点名称，把闽南语改成台湾台语这件事情，这边可以积极进行相关报告研究吗？是不是我们把1个月内把这个相关的报告就给委员？好，那我希望这个报告里面呈现的不要再只是做相关研究启动，因为它确实可以做积极的调整。教育部政务处长刘明基答应讲，会伫1个月内把课纲以外业务整理出来，研究讲要安怎改。立委表示，教育部的回应看起来也真保守。虽然5日空要上任的新教育部长，敢会积极回应台语族群9年来的5万正名做台湾台语，大家拢在紧紧上。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即马美国的大学有出现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而且这示威是愈拖愈激烈。根据美联社上新的统计，最近这几个礼拜，已经有超过2000个学生被警方抓去，甚至佫有大学的教授受伤。美国总统拜登伫今仔日，伊嘛针对这件代志有发声，伊表示暴力的示威未受保护。全美国真侪所在有听巴勒斯坦的示威，真侪人被逮捕。东方哥伦比亚大学警方甲铁链啊剪断，挡路的物件也拢搬开。波特兰州立大学学生占领图书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警方开始清场，布棚本所位列全部拢再走。伫初二拜四 UCLA 活动的场面，全世界拢看到穿着防暴装备的警方，甲负责听命令离开的示威群众互相堵塞。警方射闪光弹。根据美联社初二上新的统计，伫最近这几礼拜，全美国大厦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已经超过2000人被逮捕。Violent protest is not protected. Peaceful protest is. There's the right to protest, but not the right to cause chaos. 挺巴勒斯坦示威者要求大厦停止甲以色列也个支持加沙战争的公司做成立。示威活动自4月17日伫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学生要求停火，尾啊扩大到其他校园，因大布棚、化口号、插旗啊，代志愈闹愈大，暴力冲突也扩大。伫咧 UCLA 活动时阵，警方的处理互人批评讲反应伤过慢吨。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幕僚长侯赛尼表示，社区需要感受的是警察的保护，毋是互人伤害。伊让国营电视、卡达半岛、以色列的电视台拢直播这款示威。以色列讲这款示威是反犹太行动。有一位伊利诺州大学的教授，伫咧一场示威活动去抨击者互警方逮捕的画面时阵，互警方压制伫咧涂骹，当高级排骨，手骨也断去。这嘛正拄是毕业季节，真侪学校的校长正伫咧想办法沟通协议，避免毕业典礼办袂成，或者是出代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伊拉联合国嘛有发布一份报告，是指出讲战争真残忍，因为加沙有超过7成的厝拢已经废弃啊。若是要重建，这个厝恐惊爱真长的一段时间，上无爱到2040年，而且重建的工课嘛有可能爱一直做到后一个世纪。报告内底佫警告讲，中共以下战争佫继续拍落去，加沙地区散车人口嘛会欠悬，会对去年底的4成增加到超过6成。以色列对加沙7个月来轰炸，真侪空古里起的建筑物拢被炸甲倒去。巴勒斯坦当局上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大约8万栋厝损害。联合国初二上新的报告也讲，加沙有超过7成的徛家被损害。有一位联合国官员形容讲，加沙即马看起来袂似是月球的表面。72% of all housing in Gaza has been destroyed, and 9% of all other commercial and other buildings have been destroyed. This is unprecedented. And when we say, even we can say compared to, we haven't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since 1945, since Second World War. 联合国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加沙有要甲8成6个学校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款被损害厝若要重建较好，至少要等到2040年。这是建材交付的速度有到顶一遍加沙危机5倍条件之下，若无恐惊就要等到后一个世纪。加沙冲突也造成加沙的经济规拢停落，人类发展指数倒退40年，等到顶世纪80年代。Staggering poverty rate has already increased from 38% to 60%, to more than 60% in the first 6 months of the fighting. 若是战争继续落去，贫穷率也会继续上升，到时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拢会被拖到贫穷线以下。公司新闻张伟玲、吴继昌编辑。来关心印度即马温度真悬，高温已经回43度，体感温度就搁较悬啊。有学校惊学生囡仔因为遮热唔去上课，直接甲教室变做游泳池。也伫边仔的棉加拉嘛是热翕翕。即马买冷气是有钱嘛买无，要安一台冷气拢买无，而且这冷气的价销搁逐礼拜拢得起价。遮囡仔穿制服，算做是算甲叽嘎叫，还阁破来破去。就算规分数淡落落嘛欢喜甲，不过详细看因算做的所在，竟然是一间教室。सर हमने स्विमिंग पूल में नहाया, हमें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था और हमने उसमें खूब एंजॉय भी किया. सभी बच्चों के साथ नहाया, पानी एक दूसरे के ऊपर उछाला, खूब हमने एंजॉय किया उसमें. 并不是这间教室饮水，是因为印度最近的气温请假摄氏39度至43度之间。北部北方邦这间学校，惊学生热到无爱来上课，甚至破病。专工甲一间教室变好清气漏水，变做是游泳池，互囡仔有一个较凉的所在通去。这个教室游泳池推出了后，学生来学校的比率有影是有增加。学校嘛当咧甲在地政府争取，希望会当起一个真正游泳池。
也那伫附近的棉加拉嘛是热甲惊死人。首都大卡的气温800甲摄氏43度，民众都爱伫呛水伫下风才会较凉。也那卖家电用品的店头，人伫嘛吵。大部分的人客拢客伫冷气的电视区，想要摸一台冷气，等去厝里凉一下。冷气伫棉加拉，原底毋是一般的消费者厝内拢会安尼。最近这几年，因为当地电力普及，加上全球暖化影响，装冷气的人是愈来愈多。而且最近因为需求量大大增加，制造商根本就袂付出货，部分的厂商趁机会加关计销，低出冷气的计销，大礼拜拢咧起。3 দিনের ব্যবধানে 3000 টাকা বেড়ে গেছে। যখন আসছে তখন ফুল গরমই ছিল, আর চাহিদা তখন বেশি ছিল। দেখা গেছে তখন যখন আসলাম দেখছেন 20-30 জন লোক, প্রায় ওনাদের মাত্র 2-3 জন সেলার আর কাস্টমার প্রায় 20-25 জন ছিল। তো বেশি ভিড়ের কারণে আমি কিনে নেই, তো ওদিন টাকা নিয়ে আসিনি, আজকে টাকা নিয়ে আসছি মূলত। আসার পরে দেখতেছি 3000 টাকা বেড়ে গেছে আগে দামে।经销商指出，有的机型顶礼拜计销是63000块塔卡，一礼拜已经起到72000塔卡，差不多起台票3000块。不过面对1948年以来上大4月份，消费者讲计销搁较安怎起，嘛是着买。公司新闻7万2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瑞士的外交部伫今仔日表示，瑞士已经邀请超过160个代表团去参加后个月的乌克兰的和平会议。那现阶段，俄罗斯落实也是无伫邀请名单内底。沙漠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告，今仔日搁落大水雨，各地学校和政治办公室拢已经关起来啊。也若伫2礼拜前，杜拜才出现破纪录的雨水。当地政府就表示，即马杜拜机场已经取消13架飞行机班的起降，另外阁有5架是转降落去别个所在。继续关心美国驻日本的大使，按算伫5月17要去奥基纳瓦访问，因为这个所在正靠近咱台湾，时间点嘛正靠近咱台湾5日抗新总统就职。外界就认为讲，有可能是强烈地暗示中国唔通乌白来。美国的密西西比州国民兵的公关部门最近伫面册顶悬用大几啊张训练的相片，内底看得出来嘛有咱台湾的国军。针对这部分，陆军是无要正式讲是毋是，加强调讲这是台美军事交流常态性的行程。另外，美国华府嘛有举办一场国会山庄含16个论坛，咱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嘛有用录影的方式，希望争取台湾列入去美国的中央安全安排协议，加入美国和盟友的国防工业合作。相片内底官兵头壳挂白菜头盔，以拍来准备射击的姿势，手举枪，那像是国军现役的 T91步枪。美国密西西比州国民兵的公关部门最近伫人面册买奖也带几啊张相片，那像出现国军官兵做伙演训。陆军回应讲，台美军事交流是常态性早就确定的行程，不过买奖也说是已经把大门摕落来。学者分析，国军欠缺实战经验，应该是特战单位去美国受训，把它安插在美国某个单位底下，美国的一些建制单位底下，然后这些建制单位一旦去轮调去参加多边演习的时候，其实往往就会把我方的受训人员带上，单独执行对中共这个以进犯共军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侦查，甚至于特种作战破坏的作为。台美军事交流位低调，今嘛愈来愈接甲多元，战绩嘛一直加悬。亲像练兵营去年头一届去美国受训，美国陆军特战部队立边无嘛传出来台湾协助训练。美国国文团的人员最近这几年出现伫国军各项的操演、甲汉光演习等等。或者讲国军去美国受训常态化，会当互美国增加国军参加多边联合演习的机会。For inviting me to say a few words at this Hill and Valley Forum. 因那美国华府举办国会山庄、甲16个论坛，甲重点放伫人工智慧、国安议题。前副总统萧美琴透过影片发表致辞，讲传统的无边防防御无度满足台湾的防御目标，台湾爱争取美国推动的中央安全安排协议，加入各项的供应链。Taiwan excels in hardware manufacturing, combining U.S. innovation and strengths in security-related software, design, systems integration, and AI with Taiwan's ecosystem of materials, machine tools, integrated chips, and an agile workforce. Together, we can manufacture nearly anything as efficiently and reliably as anyone in the world. 萧美琴表示，
台湾、美国为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学到经验，不过罗西亚甲中国嘛当咧快速调整。台湾甲美国爱找出领先的方法，然后台湾的目标是爱有真强的合作力，避免冲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5月初1日时，伊伫内政委员会有临时提案，要甲中国改做大陆。外交部长吴钊燮认为讲，这款做法民众无法度接受，颠倒会感觉震撼。另外，美国前总统川普接受访问的时，无公平敢要保卫台湾。伊人吴钊燮嘛强调讲，不管是啥人做美国的总统，伊对台美的关系拢真有信心。我们的立法委员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让我们台湾的人民感到不可置信。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昨日要求内政委员会临时提案，甲咱国甲中国就该政治台湾甲大陆。吴钊燮讲，唔敢相信竟然有立委提这种方案。伊伫上台备询时阵，又搁讲有立委定定伫咧中国欺负台湾时阵，甲对方讲声扫，这种发言引起南亚立委的不满。这是对中华民国所有不分立法委员相当严厉的指控。所以我想，部长应该要负责任的说出他们的名字，你可以去告我藐视国会。对有前美国总统川普伫时代杂志专访的时阵重申，无付钱的盟友就会靠家己，并且告责讲是毋是捍卫台湾。吴钊燮强调对台美关系有信心。美国亚太驻钦康达伫出席国会听证会时阵也表态，应该维持对台政策的架构，建构台湾威胁的能力。看一看美国的国会我们是受到两党的这个欢迎的而且两党对我们都是非常的支持。那在这一个层次来看的话未来不管是谁执政跟台湾的关系，我们都很有信心。Believe that changing that framework, changing the TRA or our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would be unwise. 康达也讲到，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已经明确要求北京唔通伫咧武力抗争后，就机会加大台海紧张局势。美国方面会详细关心中国的动向。因为美国方面挺台湾，唔那是伫两化关系，布林肯昨日也发声明，强烈的鼓励世界卫生组织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初，咱举行总统大选，选出来时，伫网络平台TikTok就出现影片，咧暗示讲咱投票数哪有人，哪亲像有人咧做票。这影片伫网络顶头乌白团嘛引起争议，引起议论。即马经过鉴定，确定讲这影片拢是假的。检方伫台南嘛有找到嫌犯，而且嫌犯嘛承认伊的影片经过剪接。照票的时阵画1号，验过后壁伫咧计票时阵，煞伫咧2号顶头画1票。今年总统大选，选后有网友传这段影片，讲开票有问题，偏心特定的候选人，指控中选会选无做票。迄当阵大动作的提过，检调伫咧追查源头时阵，约谈一位查某人到案。约谈理性民众到案，那他是有坦诚这个影片是他剪辑合成的，当初是转发到 YouTube 的频道、抖音账号，之后才会被相关的网友看到以后，再把这些相关的影片传到这个社群平台上面。这个涉案的姓李的查某人，住伫咧台南，无党籍的身份，互检调找到时阵，承认伊的影片是假有剪过。不过调查局讲，伊的做法毋但是损害中选会名誉，也严重伤害个人对选举的公正信赖。因为迄当阵影片对抖音发布了，一直互人转发分享，网络顶真侪人伫咧骂甲质疑。这个唱票者与这个计票人员，他们中间有一个连续的关系，有透过剪辑又切换的一些角度。未来如果说有那种透过 AI 的方式自动生成声音，或者是把影像做一些变造的时候，那这个会更加困难去发现。专家伫咧看过了讲，其实这个影片问题真多，自开票到计票，画面无连续，有剪过分量。不过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也有 AI 技术，假消息也真多。惊讲以后的假影片愈来会愈成真的。专家甲学者也拢提醒讲，查证的重要性，唔通随便就相信。记者综合报道。因若根据国安局的统计，对去年到今，国安局总共拢总有掌握130万条有争议的
消息。若经过过滤了后，是发现讲，逐礼拜错误的假消息就2万条至3万条。民间团体事实查核中心嘛表示，咱台湾已经连续几啊年拢是受上侪假消息攻击的国家。伊嘛发现讲，这假消息咧传背后拢是有系统性的运作。4月初1，愚人节有网称做假新闻，讲股神巴菲特买回台积电股票，致使民众互这个假消息牵起，显示假消息影响的层面真大。其实假消息比大家想的加真多。公安局长伫立法院表示，因每礼拜过滤出来的假消息有2万条至3万条这么多。从去年到现在，掌握的这种争议讯息有130多万件。那就国安局，我们是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关，那我们注收到这些相关的争议讯息，我们会做初步的筛滤。但是这个争议讯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一般会通报到权责的单位来做进一步的判定，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处理或回应。长期做消息查证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对这个惊人的假消息数量并无意外，因指出，根据瑞典的调查，台湾连续7年是上接受假消息攻击的国家。中心这几年也发现假消息的数量愈来愈多，通看出是有系统性的结构来执行假消息的传播工作。这么多吼，一定不是有人食饱受用啦吼，一定有人系统性的咧做。有有摕钱的，有无摕钱的，啊是哪一个军队共款在做这个代志吼？咱讲认知作战，吼，而且这是国安层次的问题。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大量的假消息有可能致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甚至影响民主体系。事实查核中心的能力只通针对破坏力上强的假消息优先澄清，上重要的也是民众收到会引起情绪反应的可疑消息的时，培养成冷静然后纠正的惯势。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北市中山区有一间诊所内底姓陈的医生涉嫌滥散困爱困药啊史蒂诺斯，佮加这药单开予民众了后，不法的所得赚超过2000万，即马互检调查，计共有5个人互叫去问话。负责这间诊所的负责人姓陈的医生，伊是伫民国108年到民国110年之间，涉嫌指示无医生资格的检治，也佫有一个有医生资格姓郭查甫人，同齐去开无老实的药单，佮配合药局西药房斗空，互这摕到药单的民众会当去领第4级管制药品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尾仔呢，才甲这爱困药啊摕去卖，嘛发现讲这开的药单有100多张，不法的所得有2000万。检方即马甲这个姓陈的医生在内，计共有5个人以上发办。另外，保育总队有一个查甫警官负责立法院维安，即马是逼出讲，伊对一个查甫的下死性骚扰，甲乌白蒙佮乌白说。保育总队有表示，有一个同仁，敢若是防性骚扰，已经有去报案嘛，提出告诉。那这个涉案的警官已经互调离现职，等待司法的调查。手提金属探测器斟酌来回巡查，立法院的维安科主委警第8关，因属保6总队担中央机关安全维护的工作，即马内部所逼出性骚扰的风波。本总队确有同仁疑遭性骚至辖区警察机关提告情事，有关涉案相关人员人地不一部分已予调整。讲入争议的，就是保6总队一个2线2省的中队长，伊互派出伫立法院真侪年，即马互同款是警备队的查某部署控诉讲，疑似有真侪摆的骹来手来这种不当的行为，去甲去中正1分局提告性骚扰含强制威胁。保6总队嘛证实讲，有一个同仁疑似防性骚扰，已经甲涉案警官调离现职，看侦讯结果依据相关责任。警察又是本身内部体制比较封闭的机关，一直以来都是用息事宁人的方式，或者是说去说服被害人，带点压力的去要求他就是私底下把这件事情处理掉，不要让这件事情进入性骚调查程序。警察逼出这种歹代并是第一届，之前嘛有一位警察防指控要对查某囝性侵害，而且佫互议员逼出捌对查某警察性骚扰。面对警界这种争议，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点出讲，果然定定是真消极的处理，大多数拢要求司法解决，会当准拄煞就准拄煞，但是这种歹习惯一天袂改，嘛互一寡基层代志发生吞北内无愿意讲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对东南亚来的气候，这几年严重影响日月潭的生态。那最近伫高雄的莲池潭，嘛有民众钓到一尾80公分长的鱼虎，这款外来种会严重危害咱本土的鱼仔。高雄市的观光局表示，未来会加强巡逻、加强管理，避免造成咱的生态危机。一群人徛伫莲池潭边仔，有人举鱼钓仔，有人摕网仔，要甲即尾鱼钓起来。所发现即尾是外来种的鱼虎，经过称量，鱼虎有83公分遐长，6公斤重。钓客林先生表示讲，鱼虎上大会当生到150公分，迄阵是甲鱼仔相拼10几分钟，因为大家斗3工才顺利钓起来。其他钓客讲，莲池潭有真侪外来鱼种。含伊伫遐咧拉扯这个过程，然后持续10几分钟，尾手伊就渐渐鱼就渐渐无力啦嘛吼。我都慢慢甲收转来。我来种的足济啊，足济780公分，迄足大只的啊。林先生伫顶个月底伫莲池潭参加社团钓鱼的比赛，钓到遮大尾鱼虎是引起讨论。专家表示讲，因为鱼虎是食肉鱼仔，加上食高生炭，会食原生种的鱼仔甲虾仔，对本土生态危害足大。2017年莲池潭就捌出现鱼虎，即摆又搁出现，会烦恼讲敢会造成生态危机。具体社会这个鱼虎伊嘛去甲会搁去保护。所以别种鱼仔要甲伊竞争都困难，咱台湾的鱼仔来讲，属于掠食性的鱼种。每年7月，它会进入到繁殖的高峰期，对于台湾本土水域生物，冲击是非常严重的。农业局表示讲，经过鉴定，即尾确实是鱼虎，因为伊对台湾本土生物的冲击是愈来愈严重。未来观光局也会加强巡检，希望莫影响到环境的生态。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镜头来新到日本海军第6舰列抢新德抢，是目前咱台湾规模上大2舰4级军事工业为止。2010年时登陆做历史建筑，分3期要做工程进行修复。经过初期的结构补强，上尾1期的工程已经开工，按算伫2027年时会当重新对外开放。有80年历史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战后有袂少眷村子孙住伫遮，内面有超过1架子的眷村文化参故事。因为有历史价值，是有伫2019年登录做历史建筑了后，开始对建筑主体进行修复工程。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陆续把一些隐蔽处揭露出来，所以在前置作业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个清理跟调查研究，然后揭露过去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构造或状态，然后去辨识或者是确认它的一个保存层级。针对1公顷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经过结构补强以及景观修复，第3期是针对厂房以及环境做最后的整理，准备在2027年重新对外开放。主要就是希望把整个全区的这样的厂房能够完成相关的修复，能够未来让民众都能够走进这个有特色的一个历史空间。因为今年4月到9月，有商务业务会来到厂房大圆洞内底探检，市府表示这段时间嘛尽量减少工程，才会整修甲这么久。相关的工程的进行的同时，我们也会兼具生态的保育。在我们当地的这个蝙蝠的栖息的这个周期，4到9月，我们也会降低干扰工程的一个密度，来保护相关的一个生态活动。新北市文化局表示，未来园区完工了后会重新开放，民众会当来遮体验2舰遗址以及眷村文化，把期待这个所在变做一个新的文化主乐。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也伫1923年起的嘉义东门派出所是嘉义市唯一一间对日本时代保留较大的警察单位、警察机关。经过7档的调查和研究，也有修复，冒找到清朝、日本时代和民国这3个时期的建筑文物，即马已经成做嘉义的艺文空间。日本时代派出所甲警察宿舍，即马正做是展览的所在。即马派出所会当活发，附近的店家甲较早捌住过这个宿舍的民众，拢真欢喜。停车啦，有的涂骹摆搭安尼啦，伊即马是会使啊，安尼遮会较闹热啦，吼，人来遮佚佗啊会较闹热啦。我爸爸是这边的警察啦，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这个庭院玩，所以就是邻居就是串门子啊，
上上下下，所以充满了儿童的回忆这样子。巡护团队表示，这间派出所营地25栋，巡护的过程当中，佫发现青条老路的建筑不结构，可能就是诸路佫北京万山导引的所在，所以举办第一场对咱的接见单位，都伫派出所办公厅的所在，用艺术的方式呈现迄当阵的风景。绝对3栋啊！后来是迄个我的遗构，所以我中间也等了他1年多啊。当初我们进来的时候，因为已经闲置了20几年，所以白蚁虫害的也严重，而且这个当初没有那标示，因为在市场。因为东门派出所的东边看出去，其实就会让天气好的时候，就会使看到玉山。因为这的以前是一面湖，爱伫君山竖起的日光甲照落来的时阵，其实君山就会映伫这面湖管顶，所以才叫做满山倒映。除了重现诸路国北京以外，内底佫有展出日本时代家己地区古典诗人林五分的作品。文化局表示，将来才会规划做文化基地，委托民间来经营。希望互这间记录家己历史的派出所，成做推广艺文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关心阳明山流洪温泉区有新的物种，号做阳明山温泉红海草。这个研究是中山大学、东海大学、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和南韩大学所组成的研究团队，因是对2015年开始研究，即马发现讲，这款阳明山温泉红海苍水草会当吸收重金属，未来有机会会当运用伫处理垃圾水。阳明山国家公园内红山温泉区远远看望因散步，这个分布内底，科学者发现新物种，学名叫做阳明山温泉红水草。2015年开始，由东海大学4名科学系教授刘小伦的团队陆续采集样本，中山大学刷落分析，有指标性的基因序列资料库比对，初步判定是家己 area 马西马这属的水草种是细胞上大的一种温泉红水草。团队发现草丛差不多1.2至3.8米，无靠外物成长的能力，甲资料库的红水草差不离济。推断的这个亲缘关系呢，在文献当中，或者是我们分析的结果呢，实际上跟其他的同属的不同种的这一些亲缘关系是相差很远。研究团队改用另外一种方式研究，甲采集到的样本透过基因序列先确认物种，再用基因体形态、生理这特色综合分析，确认是新属新种。研究成果嘛有上国际出名期刊。有报道说它是可以用来作为这个都市废水的一些这个有机物的移除的部分，或者是因为它可以耐这些重金属的这个环境，它可以吸附这一些有毒的这些重金属。学者讲，温泉红水草有爱烧甲酸以及特别的光合作用调节机制的特性，也可会当吸重金属，有发展潜力。应用伫固碳也是废水处理，无定着真有路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天气愈来愈热，热天就要到位，要安怎防止紫外线是真重要的工作。皮肤科医生就表示讲，大人和囡仔拢爱注意紫外线，出门会当伫牙线，有人是戴帽啊，毋过嘛有人是这抹防晒油。医生就建议讲，因为细汉囡仔皮肤较油，若是要经防晒油的时，爱经成分较单纯的产品。豆豆进入烧热的天气，热天若到，毋若日头赤炎炎，阁要特别注意紫外线。有医生表示，日头晒过头，毋若晒乌、晒伤，加速皮肤老化，引起皮肤病、生斑、生痣的几率也会变悬。皮肤科医生也提醒，防紫外线是大人、囡仔病仔重要。毋过囡仔皮肤较油，1岁以下囡仔无建议抹防晒的产品。较大汉的囡仔准讲要用，也要经成分较袂刺激到皮肤的产品。小朋友在选择防晒，它的温和度是非常重要。1到3岁之间就选择纯物理性的防晒。物理性防晒就一个重点，非奈米性的，因为在目前欧盟也建议小朋友不要用奈米型的物理性防晒。成分表上面会写 nano，N-A-N-O。没有的话就是非奈米型的防晒。另外，也有皮肤科医生表示，真侪人看天气乌阴无阴，想讲无啥日，就袂记哩爱防紫外线。也有一寡人即马惯习惯喙炎出门，想讲有早咧部位就免抹防晒的产品，其实这些拢是唔对的观念。阴天的时阵，就算有云黑紫外线嘛是穿透过来，一般外科口罩它是没有什么防晒的效果，穿透的这个趴数还是蛮高的，所以不只挂喙炎，你也该抹防晒，还是讲搭配牙护伞是地膜啊。
医生嘛讲，一般大家咧抹防晒产品的时阵，常常会绕到鼻仔、耳孔后、肩胛头、骹盘这个所在。也若皮肤较敏感的人，亲像较厚生条啊、酒糟性皮肤炎等等，若当咧发作，就无建议使用防晒产品。但若互医生看了皮肤状况较稳定，则建议经较无负担的防晒产品来使用。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新北市原本有一只搜救犬叫做光，伊伫去年已经退休啊。新北市的消防局即马是搁要找新的狗仔来接班。啊，若根据国际上的规定，爱训练18个月，而且搁爱通过测试，才会当摕到中级的认证，才做合格搜救犬。也毋过消防局嘛表示，根据目前的经验，狗仔上无爱经过2年训练，才有才调通过测试。向前走，划过车内障碍，发现目标了后，伊伫草坡来回咧走。这只米克斯也才一回，因为爱食爱耍，受领犬员的教育，目前咧培养成做搜救犬的接班人。落伫房仔顶悬，骹步无较落稳，也个真细汉就开始受训。全国际定出训练18个月等参加测验。啊，毋过领犬员也承认，国内狗仔培训上紧也要2年，才有能力通过测验，摕到中级认证，才做合格搜救犬。真的很难啊，不可能说我一只犬只就是这样子，到18个月就马上可以让它通过测试，也是要看犬只的特性，还有它的能力，再加上就是我们领犬员慢慢的去努力增强自己。要培养到专业真无简单，是要搁较厉害，考高级的认证，过去也只有少数。因为搜救犬爱有好身手，皮物件厉害，高度服从，拢是基本的功夫。面对灾难现场复杂，爱搁有能力真经适应地形，短时间内找到等待救援的人。我们会做它的地形的适应性，然后还有对人的亲和力的提升，然后还有它的鼻子对气味的反应。比利时龙犬汉娜作为野同事也资深的培训员，伊伫这一天，佮看到一线四尺的搜救犬大前辈。真难得倒来到训练场，伊是退役搜救犬官，头一5年搜救参加过复兴航空空难、乌兴直升机失事，真侪重大灾难搜救。照规定8岁就要强制退役，以后领犬员期过退休的生活。他会突然间耳朵立起来或者怎样，可能就是有人开铁门，或者是煮东西在沸在逼那个水壶那种。刚伫个年回到退役，即马食饱困饱食，有时阵出门拍走，就算无搁出任务，作为搜救犬也是做好助手，守护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国外来看，便所毋那是便所，嘛是艺术品。这是当家的涩谷有17座真出名的公共便所，因为因拢是真出名的建筑师起的。毋那即马德国的大导演拍电影专工来遮拍片，而且在便所公共便所嘛发展出一个观光价值。Hi toilet. Close the door. 一天日本国内外游客组成的观光团体，伫涩谷区7条通公园这个白色半圆球形的建筑物头前，办理等亲身体验这间公共便所奥妙。除了外形荧幕以外，上大亮点都是用声控系统开关门、冲水，全部零接触。非营利组织日本基金会甲东京涩谷区合作，2020年邀请17位国内外有名建筑师为公共便所设计，亲像高岛上土公园这个用森林小路做设计出发点的公共便所，就是东京奥运的主场馆设计师为英豪的作品。伊按照使用者需求规划无障碍囡仔专用换衫顶5间独立的厝。用大小角度无同的杉木板包起来，甲四周围绿色森林受好评。暗い、汚い、臭い、怖いっていう 4K があるよね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スタートしていて、これを払拭しようというふうに始まったので、さっき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ザ・トイレっていう感じ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ど、それが逆に入りやすかったり綺麗で明るくって子どもたちもスッと入れるようなトイレにな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このトイレの特徴だと思うので、なんかそこは一つ注目の場所かなと思います。
甲旅游共伴真欢喜伫大大埔新店小公园有名电风疫情玻璃共同编组头前，翕上留念的法国游客会参加这个共同编组导览团，是和德国大导演文芬德斯2013年电影作品为完美日常吸引来。In the U.S. or in France, where I originally come from, you just don't go. And here in Tokyo, you're really happy to go because they're extremely clean, they're very safe, and each one is so different. It feels like you almost, it's a new discovery each time. 小区区3月开始推出这个公共便所导览团，费用4950块一票，2点钟内参观9个公共便所，让人体验日本便所文化的特别。这唔那请大导演文芬德斯来出镜，就连美国喜剧漫画南方四正气，拢捌特别对日本马桶的神奇功能拢真学乐。DJ 卡利伫 IG 上传影片学乐，让一歌手德瑞克所送的写日本免治马桶，也佫正做美国媒体转载趣味新闻。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外岛18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小琉球海坪破坏严重，屏东县政府4月份开始派驻人员伫自然景观生态景观区规规着强制驱离，7月初1嘛拍算收海洋保育费。无脊椎动物这部分吼，这个整个的数量吼减差不多13%去吼。啊，毋过你内底的这个较有害的这个海胆的部分吼，伊确实增加80%至30几%。5月初4拜六中昼12点半，新闻看南方。我保护你平方着啦，阮的金蕉吼，去互高雄合作社收去。刚才是嘞，你的支票就叫我转现金，你互我的支票煞变白拉票。我去第二次食新药啊，赚回来，安尼你会爽袂？迄个细姐一定是尴尬的卡，甲你交朋友，佮拍一支红棍互你做。杨大小姐，无论你是毋是骗我，我以后袂搁再相信你。拜1到拜5。